各位朋友、各位街坊，承蒙邀請我參加呢個辦事處開幕禮作為主禮人，深感榮幸，謹此致謝。頭先毓民兄喺講話當中對我嘅過譽之詞，實在係汗顏。我只有係繼續鞠躬盡瘁，貫徹始終，為中國同埋民主嘅香港嘅民主繼續努力。政制改革方案嘅諮詢由今年嘅年初押後到年尾，曾蔭權係用金融海嘯係作為理由嘅，但係今年年尾金融海嘯嘅影響係咪就係會消失呢？假如仲未消失，係咪會再押後呢？咁樣？